我是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。新闻一开始，来看这个新北市幼稚园的群组感染，已经跨县市探入去桃园市。昨桃园有一个确诊的病例，是一个50多岁男性，伫咧邦桥上班。伊就是新北市幼稚园确诊的妈妈的同事。本来这个快筛甲 PCR 检测拢是阴性，但是伫居家隔离的期间采检煞阴变阳，而且嘛传予伊的太太。目前桃园扩大控列31个人做采检。Delta 病毒跨县市新北市幼稚园感染的范围持续扩大，威胁到桃园。目前桃园有2例确诊，其中昨宣布的暗号16197是一个桃园50多岁男性，伫邦桥上班，甲新北市幼稚园确诊的老母是同事。9月17日发病了过程中，本来快筛甲 PCR 拢是阴性，后来居家隔离期间安排采检，伫11 PCR 采检是阳性，经过为因某暗号16199，确定伫昨确诊。新北幼稚园群聚案件病毒头一摆伫桃园市出现，因嘛赶紧消毒，嘛针对暗号16199的上班同仁进行控练。因为该夫妻的生活较为单纯，那足迹也很明确，那一共匡列了31位，再进行采检。除了要扩大控列，同时嘛多处的采检，这摆桃园确诊个案暗号16179嘛是阴转阳，要阻止Delta病毒的传播，建立社会防线，任何一个部分拢总袂使大意。